高雄三明区的中岛南仔地公园，这生态是真丰富，常常有民众来到这散步甲运动。也毋过最近呢，煞传出这公园内底是有龙洞狗结龟棚，看到人就乌白肥，而且佫歹清醒。这民众呢，时不时就会去互狗仔惊到。动保处是表示讲，这去年就掠到12只龙洞狗，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乌白甲饲。一看到人挖过来，连面拢冲出来歹清清，一直飞。下晡时来中岛湿地公园散步运动的民众，常常互这流浪狗吓着惊。李队讲，流浪狗的问题已经困扰因10多年啊，也捌有狗仔虐人害人受伤。虽讲公部门有咧处理，不过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。狗仔一直生摊数量未减，因为不管是拢有人会摕物件来饲狗。迄个倒无，迄水过迄边。啊，你有看到这侪只无？有啊。大概几只？我无这较注意。哈，几十只的有无？有啦。你掠袂着啊！啊，你若讲的，即马就是有人咧饲，有2个乌巴桑咧饲，饲狗、饲鸟、饲狗吼，造成环境脏乱。我无反对人饲狗，阮兜嘛是有饲狗，毋过你袂当甲流浪犬、野猫造成我们这社区的困扰啦。你即马狗啊，一堆即马像迄路啦，甲你拼一大堆的骨头伫啊，要狗啊、猫啊食。记者实际来到公园的时，嘛拄好撞到动保处的车来放蓝马要撞狗啊。动保处讲，中岛公园的流浪狗问题，主要是因为有人咧饲，因邀请公园处针对这部分来加强处理。民众若是乌白饲流浪动物，互人掠到，上悬会当罚6000块。目前已请本府公园处加强对园内的喂食流浪动物的问题进行取缔。动保处去年在中都湿地公园捕捉12只流浪犬。持续配合公园处人员加强巡查捕捉，透过设诱捕笼以及围篱方式来减少浪犬数量。因为公园地形的关系，要掠到狗仔是真困难。敢若会当加强处理，动保处也呼吁民众莫饲狗仔，因为狗仔结了愈大阵，对民众的威胁性就愈大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